穿耳後每日都要護耳，去確保耳洞健康形成。而家為你展示一下自行護耳嘅步驟。開始前請先徹底清潔雙手，準備好護耳液同化妝棉，將一塊乾嘅化妝棉放於耳垂下面，然後於耳洞前面及後面各滴2滴護理液，再輕輕向左及向右轉動耳針各5圈，等護理液能夠好好滲入。再攞多塊乾嘅化妝棉對接成三角形，將耳針向前推，利用化妝棉較尖嘅位置抹乾淨耳洞前面嘅護理液以及多餘嘅分泌物同污穢，然後耳針向後推，做多一次。最後檢查耳針係咪仍然穩固於耳托內，並檢查耳洞同耳托之間必須要有足夠空間俾空氣流通。除咗每日護耳，Mabel亦有提供3個月6次嘅護耳服務，請定期到 Mabel 門店進行詳細護耳。我哋嘅護耳顧問會為你細心檢查耳洞形成嘅情況，並給予貼心嘅呵護。記得保持身穿嘅耳洞乾爽，先至會康復得更好。